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有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突然吹起了一阵怪风，然后这个人打了一个喷嚏，接着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雷声，然后就下起了雨。这个人跑了起来，雨越下越大，越跑越快，雨下得很大。哎呦，爱生意到位，爱生意到位。没错，爱生意到位就是要小心一点的意思。假如下着大雨，人家要出门，你就可以跟人家说爱生意到位。假如小朋友要出去运动，要去打球，要跑步，你也可以对他说爱生意到位。所以这句话可以好好运用哦。来，一起练习一遍。爱生意到位，爱生意到位，懂吼！我是不是产生错觉了？我好像真的有听到雷声呢。哎，你没听错，外面刚刚真的有打雷啊！该不会下雨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先回家哦。亮亮，可是外面现在打雷，你确定要现在回去吗？应该没关系吧？反正如果真的打雷的话，我就躲在树底下啊。哎，千万不可以啊！打雷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能躲在树下。同学，你们看屋子上那根针是做什么用的？我知道，就是夜市的那个游戏啊，可以套圈圈。不是啦，那根针叫做避雷针，雷会打在上面，电就会传到地上，这样子建筑物就会没事喽。老师，那雷会不会去打坏人啊？打坏人不会啦，雷呢会打在比较高的建筑物上面，所以没有避雷针就会很危险哦。那现在如果打大雷、下大雨的话，我们不用担心哎。对，为什么啊？因为雷会先打到老师啊，老师比较高。不行，有可能呢。秀品，哎呦！打雷的时候啊，雷电会瞄准比较高的建筑物，像是房子或是树。这时候，如果你站在树下，因为树没有避雷针，所以啊，没办法把雷电导引开来。站在树下是很危险的事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亮亮，现在外面还在打雷，如果你硬要回去，爱生意到位。我看还是算了啦，我等雨停了再回去。对啦，我看啊，这个午后雷阵雨应该下一下下就停了啦。也是啦，我刚刚只是突然想到我的窗户没有关而已啦。那还好啦，除非你的窗户旁边有放什么重要的东西啊。也不是太重要，就是上次我跟阿迪你借的那本书。那还好，因为那本书是博士的。我的书啊！我借你的那一本限量版，有作者签名的那一本。亮亮，我看你赶快回去帮我把它拿回来。我不用打雷。只有一本，那你借的你去拿。是亮亮的问题。你借的，你们两个都给我去拿。